need you in my life。世界太多的真相，已石沉大海。I need you in my life。你告訴我要忍耐，我看到你眼睛內充滿障礙。誰才是對的，誰才是錯的？只佔一數無數條。陶陶就成功入職做咗姜糖服務員啦。舉起佢，哇！6000幾人砌嘅生日卡，喜唔喜歡？哇！呢個好勁喎，呢個真係真係好勁啊！係咪自人生日快樂？哇！冇錯，寫住生日快樂，亦好嘅，我陣間落雨可以遮一遮。唔會落雨㗎，每年我哋都。好嘅，多謝 get 到，攰啦，隻手放落嚟。好，但係咧，你會唔會想喺中間同呢個 puzzle 生日卡同埋我哋嘅航拍機影張大照？好嘅，咁麻煩佢多時，唔好意思。好，麻煩所有姜糖再舉多次，我哋先嚟斜地向住舞台方向嚟一張先啊！哇！呢個邊個諗出嚟咁嘅？梗係你最強嘅 FC。以及所有嘅姜糖，好舉起，好啦，然後我哋下一張咧就係多啲向個天嗰度打平放，咁我哋咧亦都影多啲靚相啦，大會攝影。我哋航拍機係高空嗰度影緊呢個畫面啊，喺我嘅頭頂就係個航拍機啦。OK， 差唔多，攰啦。好啦，多謝所有姜糖。放低。阿姜，你可以翻嚟個舞台中間啦，係咪好 surprise 呢個？係有啲勁嘅呢個真係。齊心協力。一年比一年多好多，即係。係啊，你知唔知好難諗㗎？係不如下年你出下橋都。下年我。好，我哋咧除咗呢一份禮物之外，其實歌迷會亦都準備咗另一份禮物送俾你嘅，就係呢一支特別為你訂做嘅私家麥。好嘅，我出道咁多年第一次我都知自己係咪？多謝。太好。係啊，你要唔要試下咪？不過咧，點啊？有聲。係我以後永遠要用呢支咪㗎。同埋我好中意呢個顏色，紅色幾好嘅。多謝大家，我會好好地即係自己都有一直去增進自己嘅好多可能關於歌唱方面嘅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後我都會繼續唱好啲歌，係我唔敢話我會試好多新嘅嘢，我覺得都係將最基礎嘅嘢做好啲俾大家睇。咁我會希望呢支咪可以陪住我唱好每一首歌。你覺得呢幾年間自己有冇咩成長可以分享一下？嚟啦，心情環節啦嘛。心情環節，我使唔使幫你拎住啲支先？心情環節，其實我真係每次都冇乜特別去諗，因為我覺得我都係想根據我當下嘅心情，睇有啲咩想分享俾大家。咁好開心啊，係啦，我覺得出道第7、第8年都真係好時間過得好快。頭先。入咗呢一行之後，見到好多唔同嘅事情，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自己一直都學緊點樣去處理好多嘅問題啦。咁好多位，我覺得我自己都未處理得好好嘅。我覺得令好多在座嘅各位，可能同大家講你中意姜濤嘅時候，多少都會有啲身邊人都會話嚇你中意姜濤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係好對唔住大家嘅。我覺得自己都有相當嘅程度需要去做好啲咁係咯，我都希望大家照顧好自己身體，唔一定話每一次咩 event 咩你哋都要出現。其實我好想同你哋講嘅就係，你哋每一個人自己先係最緊要。我唔係最緊要，我好想同你哋每一個人講，真係因為
我希望我哋出現係可以令到你哋自己變成更加好嘅自己，係啊，而唔係好多時候為咗佢好辛苦做好多嘢，但係忘記咗自己，所以我會知道你哋喺度就得㗎啦，所以係將你哋擺喺自己第一位 ，OK。好啊，係咪聽歌啦？要等一陣我哋。你又長大咗啦，同埋知道阿姜真係好留意大家，所以先會話你哋一定要以自己作為自己最重要嘅人，你哋係自己嘅 number one。當然將你顧得好好之後，你嘅愛分享俾阿姜呢，非常歡迎，但係一定要懂得去愛惜自己。咁阿姜都會愛惜自己嘅。因為佢好錫大家，所以喺知道今日要嚟見大家之前呢，佢已經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大家。我將以下時間交俾阿姜。係呢首歌係係咯，都想唱好耐。我覺得因為我都唔係話好識佢講啲乜嘢，我覺得呢一首歌有好多嘅歌詞可以表達到我想講嘅嘢。咁希望大家中意。係呢首歌叫一首簡單的歌，係叫。這世界很複雜，環繞我想說的話，我不懂太複雜的文法。什麼樣的禮物能夠永遠記得住，讓幸福別走得太倉促。雲和蝶，蝶和花，從來不需要說話，斷不了，依然日夜牽掛。唱情歌，說情話，只想讓你聽清楚，我愛你是唯一的傾訴。寫一首簡單的歌，讓你的心情快樂。愛情就像一條河，難免會碰到波折。這一首簡單的歌，並沒有什麼獨特，好像我那麼的平凡卻又深刻。我一直在思考，讓你了解我的好，卻忘了常常對你微笑。失去的、忘記的，我會盡力去彌補。你是我最珍貴的財富。寫一首簡單的歌。嚟啦，喺嗰度，犀利啊！航拍機預備嚟到我嘅左手邊啦。講一聲姜濤生日快樂，好冇？預備3、2、1，姜濤生日快樂！好圓滿喎，我哋連埋手工齊完，多謝阿姜。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係啊！天氣有可能落雨，所以大家睇住好濕咗，攞個板遮住都得嘅。OK。知道，我哋會小心照顧自己。係，注意安全，最緊要。
你一定要每日都好開心。其實每一年我想講呢個畫面其實都好震撼我，所以希望你每日都開心，你開心大家都會好開心。會啊會啊會啊！大家生活一切愉快，我會繼續做自己嘅嘢。好，多謝晒你啊 ！Thank you。開咗後台食蛋糕啦，拜拜。你嘅活動咧嚟到呢度咧就去到尾聲啦，不過咧邀請大家繼續留喺個座位嗰度。首先再一次感謝姜糖每一年都創造一個奇蹟嘅畫面，多謝大家。每一年你哋都係咁齊心，有你哋嘅地方就有好熱鬧，有好開心嘅回憶。今晚呢，好想邀請大家都雖然我哋天氣開始涼啦嚇，一定要着翻件衫，着翻件風褸，唔好冷親。因為去到晚上呢，我哋嘅無人機同埋煙火表演呢，係好希望可以按住原定時間進行，會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感動。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呢幾個月嚟 FC 努力同埋所有嘅團體、所有嘅唔同嘅機構去合作嘅成果，好想同大家分享到呢個時刻。我都同製作嘅朋友講，我都驚自己今晚我都驚喊啊！因為上年嘅海洋公園，你哋喺咪度？冇錯啦，每一年咧都有呢一啲最靚嘅 moment， 可能就係等待今晚我哋有埋夜景之後，就完整嘅一天4月26號，我哋嘅所有節目圓滿完成就最好啦。咁當然啦，去到4月30號正日咧，我哋有另一啲慶祝嘅方法啦，係咪？好啦，請大家。我面對這份愛，不止抱歉萬次，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閒話任人講，幾多詆毀咒罵仍舊堅持，在我害怕之時，說我可以。你面對我受挫，比起我更在意，然後你禁不住糾結望向天，盼望放晴。當然你沒可能逆轉天意，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試，令我忍着淚從頭開始。